台南都会区北外环道路目前正进行第2期的工程，甲咸水溪永安桥到太平桥段整体改善工程。不过，台南市反北外环南移自救会上午发动2台游览车，大约将近100名的民众到富安路3段现场来陈情抗议，包括市长参选人谢龙介、桑玉芳以及永康区的议员参选人许崇祖，拢到场关心。现场居民对着完善北外环的规划，要行咸水溪北堤，后来去改为跨咸水溪行中华北路。当地居民根本就唔知影，恐惊影响到六家店的交通。开真讲，向当时你要来做迄个高架桥，阮迄个头前遐过，其实阮都唔知影。阮了解是用平面道路，无啦，我哪知？这个路线跟现在这个设计的规划，是96年县市合并之前就确定的吗？没有，我是说在以前的台南县的部分。没有确定的话。六甲顶是属于台南县的嘛？我们上次也问过副局长啊。如果96年中华路到中华北路，就往台南市走这条路线，台南市的想法可以强迫放在六甲顶台南县的想法吗？这个想法可以放在台南县吗？这个有开会，大家两边台南市跟台南县其实有开会协调过。如果说假如你今天走北岸的话，你遇到的包括从现在的西顶寮桥、过去的北安桥、再过去的文贤桥、再过去的观海桥，你永远都会左转。永远都是一定左转。如果你全部都走北岸的，再者，这是在有可能走的情况之下，而且这条北安福安路这个道路，其实它整个道路其实也才10米而已。所以说，其实在整个这个情形下，其实在任何的评估过程当中，采用这样的方式，然后从头到尾都不是，其实这个都没有谁，这是从头到尾我们。都是一直如此来做一个设计的。虽然高木局副局长一再强调，当初北外环道路规划有真侪方案，不过伫民国103到104年的可行性评估的结果，就以高架方式，而且路线的规划一直无改变。目前第4期还未施工，市长参选人谢龙介协调水利署甲营建署，希望会用较好题来强固更改路线。并且甲住户召开说明会。过了太平桥以西这段的工程呢，他们愿意支持，原则支持，可以跟堤防共构。那这样的话呢，空间会多出许多，那就请原设计单位营建署呢，重新做一个变更设计规划。那规划的过程能满足交通的需求，跟避免影响住户的权益所以这段中间呢，阮希望设计单位甲干务局呢，恁变更的过程最少爱含住户开3摆的见面说明会阮会来含住户呢讨论，互住户看伊真正无法度你爱互住户了解，所以这个变更的过程爱有3摆的说明会啦。有关自救会提议中华路高架比照北区中华北路，沿着堤防来行。对此，工务局嘛回应，将召回研议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